到底是我弄哦，也是时代改变，也是我真正受过的传统，真正是不得不切，不得不切啊！师傅，你大句话哦，拢在证明你对无时代好。哎呦，你那边录音吗？哦，我要甲大家的声录起来啊，早倒去台面，安尼我上任的时阵就会当有人听。哟，这想法真好嘞，甲大家的声录起来做纪念。哈娜，搁有你的声。我的声，咱要做伙回去呢。录我的声要创啥？安怎啊？你讲这话是啥意思啊？讲得清楚啊！是安怎要录我的声做纪念？嘿，小啊，细丽啊！阿姐，你手搞安怎？我无代志啦。你甲阿姨有特别体质，所以当初恁才会当经过迄场大会来到台湾。不过阿雄无法度甲恁做伙回去。师傅，我就爱甲你坦白，唔知影是安怎，我甲阿姨拢袂惊吓。不过你无共款，你是普通人，穿越就要承受真大的风险甲烧烈，你根本就站袂掉。顶下，你为了要救我，去烫着伤，这就是这个。咱想办法，我慢用练看卖啊，这不是练的袂袂，这是穿越的案子。你根本就无才调对阮来去，你买地就是死路一条。我袂当保护你冒险。唔惊冒险。安怎？你买遐地，是不是惊我拖累你？我是不爱失去你。师傅，你留伫在车，好好活咧。我家这个门窗告是徛起来，听下我倒来哄。你真正要一个人走？咱无别条路啊！师傅，就才像老师傅所讲的，欢喜斗阵，分开嘛有感情。你就好家己倒去好。我送你回去啊。免啊！哎，你想走？我联系一下，我联系看你离开的背影。想着你在无声的夜醒来，或许我还期待，当天色被云渐渐地覆盖，失去的爱早已不在。说
再见是最后一次晚安。